喜你中了第2届台中购物节最大奖项1000万豪宅！现场的朋友，给他欢呼声祝福一下！恭喜！你有听到现场的欢呼声吗？有，但是我有点不敢相信。你不敢相信啊，林小姐，你还在线上吗？你们哪边找？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你听得到我是谁吗？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我有听到。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给你吗？我中了什么奖吗？没错，林小姐，显然你是在等我的电话。恭喜你中了第2届台中购物节最大奖项1000万豪宅！现场的朋友，给他欢呼声祝福一下！恭喜！你有听到现场的欢呼声吗？有，但是我有点不敢相信。你不敢相信？请问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台中。台中，我们台中人收到。请问你住在台中什么地方？南屯。你知道我们现在抽奖的现场就在南屯吗？哦，是，那我应该刚刚听过。林小姐，你接到我的电话，你有什么感想跟反应？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心脏跳得有点快。心脏快跳出来了哈，林小姐，那你这个时间会接电话，你是不是心里已经知道说这个时间我们就是在抽出台中购物节最大的奖项抽豪宅？你知道今天这个是一个重要关键时刻，所以你是不是一听到我报我的名字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说你可能中奖？我听到你的名字，我就有想说，什么事？是，非常非常。那你现在种的这个房子，你有什么打算呢？有什么用途？因为我家是租房子，所以未来本来也有打算要买新房。对不起，你再说一遍好吗？听不清楚。我现在是租房子，所以本来就年轻的，是好的。你现在在租房子，所以呢，你刚好需要房子，是不是？我很冒昧一下哈，我们当然尽量维护你的隐私。你大概是在什么样的行业？那所以你现在在租房子，你是台中人吗？那来这边工作，还是你是没有跟家人住在外面租房子？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在外面租房子？我是为了工作，然后自己在台中住这样。那你是台中人吗？我不是台中人。你是从哪里来台中工作的？我从高雄来台中。你觉得台中是个好地方吗？我很喜欢台中，虽然很害怕，实际上还在台中。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户籍迁来台中，永远住在台中呢？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啦。好，所以呢，表示我们这个奖是公平的，全台湾的民众都有机会哈。不过我很高兴，我们有一位新住到台中来的这个好朋友哈，他这次参加了我们台中购物节，得到最大的奖这个林小姐恭喜你。林小姐，恭喜你哈！那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在直播，所以你可以回放看这段影片哈。我们在直播台中市政府网站，你可以回放看这段影片，就是你中奖。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近日内会赶快跟你联络，办理交屋，把钥匙交给你，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那不过呢，下次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我的话，你就轻轻的跟我眨个眼睛好吗？